小语讲了好。好嘞，是的啊，咱现主席要欢迎咱台湾奥林匹克的主席来就台地主，掌声鼓励哦！ Thank you very much. Now let 讲台语啊，系讲台语，讲台语。是啦，台语系。代志是安尼，咱现场差不多50万人啊，现场啦，这朋友来参加咱这个盛会。今天呢，咱再次要甲咱台湾这个国家行上世界，互咱台湾在世界上。 下叫做请呀，那么选择一位上强的来代表咱台湾的代表来参加这个奥林匹克大赛。咱经过全台湾1000多人当中，最后选出2位要来争取今仔日的冠军。现在先来邀请这个预备的选手进场。哎，来，大赛，后边朋友。 明明后壁无朋友，伊看后壁朋友。咱来先来听这2位这个预备选手这个参赛的感言。是，请讲。嘿，你有看到我？你有卡过了我？你有才能 Q 无？我才能 Q 无？我有问题。我就是让你讲，下杠武王就是我。 是，看起来拢非常的有自信。但是认为你莫袂记，你是干那预备的选手那样。正式的要来邀请咱的2位优选的选手，也就是咱全台湾上界强的2位选手出场。是那个看啥物？好请新人，还是好请新鲜？这不是讲这 arena 吗？来，请2位这个优选的选手发表这参赛的感言，女士优先请。好啊，今日真欢喜来到遮来参加这个比赛，今日一定爱赢。赢。既然已经进到最后的阶段啦，我想咱2个对一个人来代表台湾，一定拢是台湾上界优秀的选手，啊，着尽力来比赛，来取得好的成绩，得冠军、摕金牌啦。 2位呢，爱先来挑选你的预备选手做你的队员，来，请梁根配赢成绩。这一条纸。对，请。还有一个下港的武王，啊，我是中港的武王，咱2个来配对。哎呦，中港加下港的武王，安尼你个无道理，干那拣迄个较大颗，迄个软 Q 的哈。软 Q 的好。要紧，因是做门面的，阮做口碑。哦，真的好，好啊。试看卖。我相信你。是，但是我要先宣布者，在这场比赛当中赢的人会晓第3届代表台湾去比赛。哦，不过若是败的这个选手，除了处罚以外，今天上节目通告费隆重来关出来，可以吗？安尼我先来走哦。无啦，无咱的代志是因啦，是我嘿。因为台湾有真侪这个资深的艺人需要救助。安尼我赢我嘛关出来。哦，赞哦，赞。好，我直接宣布比赛开始。陈主席，3 Q 队已经就位了，请问准备好了未 Thank you。 ？Thank you。预备，比赛开始。Everybody's waiting for you. 来选歌哦。来。 Give it your best shot. 哎呦，哦，加拉瓜。这条我上厉害呢，你唔知道吗？哎呦，啊！ Are you ready? Yeah. Show me your hottest moves. 哎，中央你说是 lucky 啊，你要扣一个无？那给对啊！哎呦，哇！
中央你出点密室的嘞。有些，你的遐那一定有小姐出现啊。 You're doing great. Surprising move. 100大气150，大气8倍。好厉害！ 差一滴啊，尔嘛。来，雅甲咱宣布一下成绩，看这成绩，这个三 Q 队到底得到几回773万。 773万啊！ ？773万，哇！谢谢，感谢。来，欢迎起嚟哦。来哦，来哦，过桥哦。来面对现实啦。来，请开始。哎，市长，做一次吼。哎，好， 啊，加油哦，过桥哦。 Are you ready? 哎 ，I'm not ready。 Show me your hottest moves. 哦，哎呦，啊我啊，去蛇走出来哦。要讨救兵哦，爱人斗打无？ Your legs okay? 哎，你虚手诶，虚手诶， Did you have breakfast today? 你斗打啦！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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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No, you're dangerous. 为什么会找不到啊？ Be careful. 打不。 Did you have breakfast today? 啊！ Be careful. 我在 be careful 啊，shut up。 Oh no, you're 我来， always tomorrow. 好，因得到分数是，得到分数是12万分。那会差遐济，差小个，差小差小个，篮球队赢咯！来，四位队伍，麻烦来头家。来这，咱都有讲过吼，爱接受这个处罚。请啉。我要一杯。干杯了。好了，免杯啊！免杯啊，你菜罐你要嘞。菜罐了呢？其实吼，人讲迄个薄茶顾喜煲，啊厚茶各顾肝。哎呦，嘿，所以食苦茶对肝脏有帮助。哎呦陪恁啉啊，较袂无聊。啊来，咱即摆新郎新娘好咧，继续啊！来，不要旁观。感谢感谢您来，谢谢。哇，身体健康，平安顺遂就好。好，安尼欢喜吼！我来讲，像这款的经迄个队员带下手这款的，像我本来做哩啊，经了一个卖零件的，安尼输甲稀咧咧，这种的两句俗语当形容。第一句叫做“猪八戒拜天公”，第二句叫做“水鬼找新红”。来，赞成第一句，请举手。3票。哎，3票哦，袂歹哦，我叫发言人拢有保金。你个交换嘅啲，你个人教。委员，恁这组是建的是叫做“水鬼找新红”。为第一句来讲啦吼，猪八戒拜天公，神明当中身价上悬的应该就是天公，所以拜天公一定爱抬猪。啊，猪八戒虽然是天崩万岁，是不过咱拢想讲伊是啥物？比猪，所以猪八戒要拜天公爱抬猪，猪抬猪，家己抬家己。哦，所以亲像这种家己人吼，互相赞赏。有一个月切过吼，弹拄弹，牙刀相残，带拄带，公马弄破，这种意思。另外，你讲水鬼找新红，
水鬼因普通会去掠高铁，嘿掠高铁是歹代啊是啊，竟然搁去啊城隍爷投，真正是做贼的画掠贼，拍人的画救人救人。所以若讲针对你看吼，头啊先求哥吼比完，搁请对方啉，表示两个感情，大家拢一个人，一家人，所以比安尼比赛其实是安那，大家互相咧互相赞赏啦。所以若安尼看起来，正确答案应该是猪八戒拜天公。哎呦，那第牌嘿。对啦，唔对唔对，拢无要紧，今仔日学两句俗语的意思啊，吼，以后伫日反你文静嘛，使讲。哎，我差不多要啉掉啊。你豆豆啊啉，不过感谢大家收看，后回再继续收看，为山为水为恁咯。